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許 Sir 有話說嘅時間。今次嚟講咧，大家睇到字面都知啦，咁就會去介紹一套我覺得非常值得推薦嘅《給阿媽的情書》啊。咁啊，將會咧就喺香港6月18號咧就公映嘅。咁首先嚟講嗰個字先，咁嗰個字咧查過啦，廣東話咧叫阿媽，即係媽媽個媽。咁但係咧，你聽到成日都好似阿媽咁啊，總之啊。普通話講罵人個媽媽嗰度，咁原來咧阿媽咧就係潮州話係講阿嫲嘅意思嘅。咁故此嚟講咧，有時你會聽到就係給阿媽或者給阿媽啊，你的情書咁都有人講嘅。好啦，講起呢套戲咧啊，話個淵源係咩咧？其實嚟講上個月咧我已經睇過噶啦，喺深圳，因為當其時喺5月11號咧禮拜一嚟，我仲記得。咁喺報紙見到有段咁嘅說話，咁啊。居然有個潮州話嘅戲可以咁行咧，咁我自己係潮州人嚟噶，啊係叫識聽潮州話，咁我哋叫做蛙舌就做得北聽北打，即係識聽唔識講嗰類嘅潮州人啦。咁居然有套戲可以咁咁 hit 噶，咁當其時咧就係其實1億幾嘅即係嗰個賣票房啫，1億幾，咁佢就話自己係1400萬嘅成本啦，人民幣。咁既然套戲咁得，咁又係又有講添話，都可能會喺香港放嘅。咁於是乎咧，嗰日我得閒咧就上咗深圳呢度咧嗰日啦，唔想就上深圳睇呢套戲。咁呢套戲咧，即係我自己係潮州人啦，就係識聽嘅，即係大部分嘅説話都聽得好清楚，咁好有感受啊。咁當然另一個自己有感受咧，就因為我年過100歲嘅老媽咧，就去年就過咗身。咁佢嗰啲潮州話一路都喺我耳邊縈繞噶，咁於是乎咧就相當有一個咁嘅感覺嘅感觸嘅。咁當然啦，喺當其時嘅介紹咧，第一套戲要上深圳先睇到啦。套戲又講潮州話咧，喺呢啲説話中咧，我就好似咁講，WhatsApp 傳遞咧都係俾我啲潮州話嘅舊同學或者朋友不妨都上去深圳睇下呢套戲啦，誠意推薦。誰不知呢個5月11號之後咧，套戲嘅變化就真係好大咁大家睇到當其時我上去睇戲嗰陣時咧，就啱啱咪即係1億5千萬嘅啫都其實幾犀利啊！如果以一個咁低成本嘅戲嚟講，好啦，哇咁到6月10號咧就已經去到16億嘅，其實去到今日咧，今日係6月14號咧，已經過咗17億嘅票房。咁全國咧都係公映緊嘅，全國公映緊。咁全國公映緊咧，同埋全國嚟講咧係有2個版本嘅，潮州話同埋普通話版本。好多人睇都會睇潮州話版本嘅，因為嚟講咧感覺係原汁原味雖然佢哋唔識聽，但係都好受感動。咁故此嚟講咧，喺咁嘅情況中咧，呢套戲都當然會有海外嘅票房啦。咁又會係6月18號咧喺海外，即係喺境外咧，喺即係大陸嘅境外咧就開始播放。而喺香港嚟講咧，亦都係咧就會6月18號咧就會上演嘅。咁故此嚟講咧，我都覺得係應該值得再一次咧去推薦俾大家睇去睇呢一套給阿媽的情書嘅因為嚟講我講啦，係咪自己即係年近70啦，即係就快70歲啦聽見就頭先我已經講啦聽潮州話超咗好耐噶湧上好多難以言喻嘅親切同埋感熱啦。咁終於即係嗰個故事講乜嘢咧，我就唔打算喺度劇透因為你一上到網咧都大把呢一方面給阿媽的情書嘅嘅視頻啦。咁大家如果真係想劇透先入去咧，就咁我自己奉勸咧，好似我咁唔好理乜嘢，最好唔好睇咁多，直接當到去有人介紹去睇下期望高低自己判斷不過嚟講咧，就帶一個即係比較上咧開放嘅心咧去睇咧，其實嚟講係比較更方便嘅，因為睇得太多咧影響你自己觀感即係睇戲之前嘅感覺。OK，咁呢個我嘅勸喻啦。好，咁有啲嘢都講翻嘅，其實呢套戲真係嘅。導演用心講好故事，演員係用心講好角色。咁好多演員咧，我哋所謂素人演員嚟嘅。咁嗰度咧喺我今次嘅呢個即係 YouTube 嘅連結中咧，都有一個咧係俾大家，如果睇完套戲想了解多啲嘅，
咁我睇過好多，睇真係數百段咧，關於即係給阿媽的情書嘅視頻同埋影片嘅 YouTube 或者係 Bilibili 嘅一啲視頻嘅。咁我覺得我附上嗰度咧，都係一個比較詳細嘅呢幾啲演員同埋導演嘅真心對話，咁好值得睇嘅。佢哋唔靠明星，用最樸素嘅潮汕方言咧，最真摯嘅感情嚟打動無數觀眾。咁有啲人都可能問啦，如果香港有普通話版本，究竟睇邊度好啲咧？咁如果你話真係想聽得明嘅，但係要用聽嘅説話嚟明的話，你又唔識潮州話，你識聽普通話咧，咁你就可以選擇普通話嘅。不過如果你話真係想原汁原味嘅，咁就總之我唔識聽潮州話嘅，咁其實你話咧就係睇潮州話嗰啲係比較上會好啲，亦都了解下呢個情況啦。咁嚟講，套戲講乜嘢咧？講僑批，僑批就係上世紀海有華僑咧寄翻家鄉嘅信埋錢，即係承載着思念牽掛同埋責任。咁影片嚟講真係咧冇悲慘嘅衝突，亦都冇刻意嘅戰情情感咧藏喺心底裏邊，溫柔融喺日常之中，讓情緒靜水深流。咁呢個嚟講咧，就變咗我一個好好嘅介紹同埋感受嘅。好啦，咁究竟應該點去睇咧？我就建議其實就真係可以全家出動嘅，因為套戲嚟講咧，如果大人成家去睇咧，帶埋阿嫲阿公啲仲好因為影片裏邊嘅親情守候道義咧，成家人嚟講應該都有啲片段嘅共鳴嘅以前如果有早幾代係喺鄉下落嚟香港嘅，係咪講下呢啲咁嘅落嚟嘅故事咧？長輩嘅往事都係值得我哋一家人咧去温馨地咧再重温嘅。咁我作為教育工作者咧，更加鼓勵啦，老師帶學生睇啦，係咪？因為語文歷史德育課嘅延伸素材有僑批文化啦、傳統嘅倫理啦、文化傳承啦，都係絕佳嘅教材嚟嘅。觀影之後，亦都可以引導大學生討論咩叫情與義係咪？做人有情有義，究竟係咩叫情義咧？如何理解家國情懷？咁許 Sir 咧，亦都透過人工智慧咧。都試下做幾個參考嘅即係教材俾大家咁跟住咧有小學組嘅講鄉愁係咩味道咁當然咧，大家可以因應你學校或者真正觀影嘅情況咧，你可以再用人工智能嗰度去設計唔同類型、唔同主題嘅嗰個教材咁而初中組咧紙短情長、跨越時空嘅對話咁俾學生亦都可以咧喺反之現代通訊之下，人與人呢一個嘅情感交流嘅變化，咁而去高中組可以更加考慮到就係啲所謂非物質文化遺產喺當代社會嘅傳承意義啦講到一啲離散與歸屬、文化認同與倫理嘅反思總之一句，許 Sir 喺今次呢度嘅咧就絕對誠意推薦大家。咁當然啦，呢度推薦大家之後咧，大家睇完套戲之後咧，唔好忘記仲有個主題曲㗎。咁亦都咧，許 Sir 喺今次呢度影片嘅連結中咧，亦都附咗我覺得最精選嗰套叫電影回顧版嘅月下煮茶。咁就個主唱嚟講就叫陳佳，係一個北京嘅即係女歌手嚟㗎。咁佢係擅唱於鄧麗君嘅歌嚟㗎。咁許 Sir 亦都即係曾經都係現場睇過佢唱歌，非常之唔錯嘅。OK， 咁故此嚟講，我希望大家真係喺影院睇到影院，大家喺出現喺影院去觀賞呢套《給阿媽的情書》，誠意推薦俾大家有情有義、有感受嘅朋友，走進影院去感受呢份既熟悉又可能陌生嘅鄉情，去重溫嗰份傳統濃烈嘅親情異地鄉里嘅情義。呢套唔僅係一套戲，佢係一份寫俾阿媽、寫俾雙親，亦都寫俾我哋中華兒女嘅心情家書。咁今次分享到此為止，大家記得戲院見，多謝各位。